大家自细汉食到大汉的食袂生哦，传出讲用到8公斤有苏丹红地岩的辣椒粉，市政府已经通知通路甲业者都爱落价回收，到昨为止嘛已经回收1200外包。业者是表示讲，若是消费者买到有效日期是伫今年9月初8到10月初2，嫌的口味的食袂生哦，会当去退换货。来到伫高雄大寮区的露营食品厂区的所上大，送出一箱产品，外包装写着芳香虾味鲜，会当看出公司也是持续出货。本公司使用该成分制造的商品是虾味鲜的香辣口味，规格有60、80、115克、300克的4种克数。那另外包含了组合包、综合包。1号的有效期限为今年的9月8号至10月2号。芳香口味的虾味鲜用着有苏丹红的辣椒粉，露营食品公对造成社会大众不安感觉失礼，强调公司产品生产的时阵，对原料厂商拢有严格把关，进货来源有符合卫生标准检验的资料，一切定数拢照法令行，已经伫第一时间进行品管配料追查，还有下架的作业。为19号下晡开始，卫生局就来追踪连锁卖场产品落价的状况。苏丹红有8公斤流向高雄的露营食品，制作者有效期限是今年9月8号到10月2号，这批产品总重量有31000多公斤。寄生公司斗六厂流向玉龙公司之不合格原料共8公斤。均作为调味之用，已于今年1月至2月初制成虾味鲜香辣口味。市府表示，已经通知厂商，要全面回收，嘛来持续追踪。到20号为止，回收1236包。嘛强调，去年到今年到目前为止，抽验到市面上的辣椒粉各调味料，拢无验出到苏丹红的色素，会持续来调查。记者王丽婷、明昭权报道。